6岁进前的囡仔学语言是比别人搁较紧的，就有台语团体办分享会，鼓励家长应该爱伫厝内讲台语，创造一个自然的环境，让囡仔会当明白父母的话。囡仔的语言的敏感期伫咧出世0岁到6岁，所以你也是6岁进前无甲伊讲本土语，6岁以后要叫伊讲，实在是搁较困难。台语团体强调，只要父母伫厝内，甲囡仔讲台语，唔免专工学，囡仔母语就法度讲甲真练长。其实，认同伫厝讲母语的家长阁袂少。希望讲台语会使继续传落去，因为囡仔去上幼稚园，伊一定会晓讲华语。嘿，台语阮伫厝诶就尽量讲，逐工讲，伊一定就会讲安尼。讲话基本上7、8成以上都是属于外来人口。那以外来人口的话，他们的工作环境其实大部分会运用的都是中文跟外语。那其实相对来讲，就是会用到母语的机会比较少。姆哥，我觉得可以让小孩子可以多讲。那准会当，互囡仔有接触母语的环境，甲囡仔讲台语，讲台语故事，互囡仔听，参囡仔做伙看一款绘本，或是帮助囡仔学台语，真好的方法。希望呢，大家来做母语家庭。阮家讲母语家庭的家长要有啥物心态，要安怎用母语，也是用台语，甲囡仔共读一本册。搁有就是甲因分享阮台北即个台语共学是安怎运作的。希望讲大家也是需要台语的囡仔环境，袂使大家做伙来营造。透过台语推广活动，互大家除了会当知影本土语言的重要性，而且嘛用上自然的方式来学台语，互更较侪人会当较直来讲台语。记者杜文和新潮报道。